嘛是政治的消息，咱的国旗是青天白日满地红。不过自从韩国瑜开始参选总统了后，国旗好亲像慢慢变成韩国瑜支持者的代表。这高雄市议员林宇凯就发现讲啊，即马市区各大病院门口拢有插真侪国旗。这民政局就解释讲，是为了庆献纪念日甲元旦伫挂的。不过确实呢，爱院方家己开钱，有挂几啊十面的国旗，随着选前的逼近啊，难免会有外界联想讲，敢有是有政治的操纵。在6月2日，天南大游行，国旗飘扬北高雄，青天白日满地红。在这次的选战当中，渐渐增出韩国瑜支持者明显的标志。不过，随着投票日接近，高雄市民雄雄发现，这大路林有加真侪国旗。国庆日都已经过真久啊，连市立凯旋病院门口前面嘛是这款的景象。国旗的密度非常悬，3公尺就挂一支，过园区总共插60支。像民生医院、凯旋医院这边新插的旗子，就是由医院自己编列预算去做新的采购，排挤我们医疗的预算。那为什么要在机关、学校、医院这种不具政治色彩的地方，把这种现在有政治意涵的意向的旗子插的到处都是？没有去特别在意呢。叫医院自费来自付额来处理这些国旗的话，我觉得不太有理。虽然金额无多，但是嘛被质疑是强迫病院配合。就是医院他自己评估，他要挂置多少面，因为每一个人建筑物的部分是不一样的。民政局嘛澄清，一切拢是为着庆献纪念日甲元旦，无其他用意。但是过去20-30年来，拢捌有的景象，市府换人掌管，风格嘛完全无共。